是啊，变做互大家欢喜讲台语咧。学台语的撇步就是哪算哪听哪讲，甲台语变做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安怎念？导游的导，到底嘛，到底。得啊，对啊，真水。等迪。练得好，像阮的节目会当学台语，搁会当学知识，搁带恁去看上有特色的人事物。信报幽灵重要拜拜。非常了不起。上珍贵的宝藏就是台语，现来教。